親友臨終時，陪伴者應該負責安頓並守護往生者嘅身體，以各種方式幫助靈體保持安穩。喺佛法觀念中，人體有9個主要嘅孔道，被稱為身體嘅9個門。呢9個門道喺生命轉場嘅時候，被視為意識離開身體嘅潛在出口。意識從唔同嘅門離開，往往預示住亡者將投身到唔同嘅去處。上師教導喺頂輪位置拉頭髮21次，並念咒語，引導意識從頭頂嘅梵月離開。同時往生後8個鐘，盡可能唔去移動或者觸碰遺體，避免干擾靈體離身。頂輪係最清淨、最理想嘅出口，通常能夠引導亡者投身到善道或者佛國淨土。同時，我哋可以借由4大往生助念引導法，陪伴準備往生嘅親人進行善終儀式。1. 陪伴念佛8小時，穩定靈體磁場。2. 頭頂放置照明物指引靈體唔迷路。3. 使用往生被蓋覆遺體，隔絕外在干擾。4. 放置加持過嘅密咒於頂輪或者眉心，幫助靈體解脫。處理意外身亡嘅靈體，由於佢嘅意識可能係喺極度恐懼、震驚同埋未覺知死亡嘅狀態下突然脫離軀體，因此需要特別謹慎同迅速嘅處理。1. 迅速處理大體。加速處理呢個係針對意外身亡者同自然善終者最主要嘅區別。由於意識通常已經喺第一時間脫離，故唔需嚴格堅守8小時唔喐嘅原則。可以盡快且輕柔咁處理大體，以避免佢嘅靈體因為睇到自己嘅慘狀而加劇驚恐。保持尊重，即使意識已出，對待大體仍然需極度輕柔恭敬。2. 穩住空間磁場，保持安靜，避免喺遺體旁大聲哭泣、喧嘩或者爭吵。強烈嘅情緒波動會干擾靈體，加劇其混亂同執着。布置清靜，迅速喺亡者所在處放置佛像、往生被、解脫咒輪等，並播放佛號、咒音。呢啲佛法信物同聲音能夠為混亂嘅靈體提供一個清靜、安定嘅磁場。3. 專注心靈引導，明確告知死亡陪伴者應該以溫和、堅定嘅語氣，持續對亡者靈體說話，清晰咁告知佢：你已經冇身體啦，你已經往生啦。提醒佢放低對身體嘅執着。引導方向，提醒亡者，請唔好驚，請放下對人間所有嘅眷戀，專心憶念佛菩薩，並持續為其念誦佛號，指引佢朝向光明處前進。懺悔與放下，提醒亡者誠心懺悔過去嘅惡業，並祝福所有傷害過佢嘅人，消除拉恨心。呢個對幫助靈體轉向至關重要。喺佛法嘅臨終關懷中，確認往生者係咪獲得安穩善終，可以透過觀察以下3種指兆。1. 夢相觀察點，觀察親友喺亡者離世後所夢到嘅情景。善終指兆，夢見亡者出現喺清靜、光明、和平、莊嚴嘅環境中。意涵，如果夢境係愉悅、安詳嘅，代表亡者已經放下執着，靈體已經獲得安頓，投身到一個較好嘅去處。2. 意象觀察點，觀察親友嘅心境同運勢變化。善終指兆，亡者生前嘅親友唔再感到極度悲痛，心靈感到平靜，或者原本混亂嘅家庭或者事業喺亡者往生後變得順利吉祥。意涵，亡者若果能安穩離去，佢對人世間嘅執着與牽掛亦都會鬆開，唔會對生者造成負面嘅磁場干擾，生者心念嘅清靜同運勢嘅好轉，調翻轉證明亡者已經獲得安穩。3. 瑞相觀察點，觀察亡者嘅大體環境中出現嘅異常吉祥現象。善終指兆，亡者嘅大體保持柔軟，面色安詳，離世之後房間內出現異香、光明或者彩虹等。意涵，呢一啲係極為殊勝嘅吉祥指兆，代表亡者嘅意識係喺極度清靜嘅狀態下離去，或係已經得到佛力嘅接引。呢一個係最明確嘅善終證明。真正嘅送行係慈悲，亦都係功德。誠心以自己尊崇嘅信仰陪伴離世者，就係穩定靈體、莊嚴相貌、助其順利轉生嘅最大善行。屋企人真正做到放下與祝福，更加係對亡者往生最好嘅助力。善終嘅準備係給予彼此最大嘅愛與福報。鍾意我哋頻道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